夏天個換冷氣，冬天個換暖氣，玩嘢啊！咁大工程，冬天一個換暖氣，係啊，冬天個咧就換暖氣，夏天個咧就換冷氣。嗱，服務紅地氈啊，有備嚟啊！嗱，季尾咧，重點就係人哋咧就唔會忙，而且人手充足。嗱，呢間公司咧真係人強馬壯。今次我喺呢個冬天未換呢個暖氣機咧，真係派足人手啦，而且咧先發覺幾個重要問題啊！一般人唔壞唔叫人嚟整，而且整親又趕到趕頭趕命。嗱，今次咧有時間先發現咧，原來個重要問題未解決，今日解決埋。順便搞掂埋個職業熱水爐，洗埋個膽，咁咪用埋 chemical 先得啦嘛，大佬，你冇 chemical 啲嘢唔掂啊嘛。由於季尾咧，啲公司冇咁忙，嗱，今次咧一次過做晒所有嘢之餘咧，其實之前嘅問題講咩咧？就係個冷暖氣機咧，一般朋友嘅屋企嘅冷氣機咧，都有個 filter 可以好容易拆出嚟換嘅。其實每一個 unit 咧，嗱，我測過好多唔同公司嘅品牌啦，其實咧呢一間公司咧，最後換個 unit 嗰時咧，發現俾我知道喺個 unit 對上屋企入邊有個總嘅 filter 咧，嗰個係要拆機嗰時先見到嘅。今次一次過換埋俾我，同我清潔埋，令到部機咧可以歷久常新啊，青春常駐啊！多謝 Michael。想知道用邊間公司呢？嗱，留言啦，我必回覆嘅。好啦，拜拜。